慧，你爸爸到底在家有没有在穿衣服啊？没有，偷偷把妈妈在床上，然后就把妈妈推在床上哦。给妈妈的手绑住，给妈妈手绑住哦。你也生气了啊！看，你老来，还怎么样？还把妈妈的衣服脱掉，把妈妈衣服脱掉，然后嘞，然后开始就给他怎么样？亲亲，给他亲亲。我操吧，都供出来，没事了又没有，乱讲的啦。你卖假啦！结果他把妈妈绑在车上，把妈妈绑在车上。我唔知，係個老會。